欢迎收看《后山太上宫》，有话太假讲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国向下来老后山人打最久了。根据安尼美国嘅心理期刊有讲吼，那个习惯就会唔到底啊，就会出现。就像安尼嘅有人讲嘛，个咧习惯就会变做刺眼到人家嘅生活当中，就变成人家嘅生活一部分咯。安尼今日有请到6个后山人老大家向下来分享一下，佢哋那一片改唔脱，永遠想要改都改唔脱嘅習慣咧，眾人歡迎了。首先老大家小姐都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熱心者，就會抗數字嘅質疑。估到你下數字應該懂這哈。數字出嘅啊，數字出嘅。好咧，好，第一集老大家小姐都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同學老同事亂疊嘅李家家家。碌碌卜卜，爛爛雜雜，嚟嚟嗒嗒，缺講。哎，不要這樣毀掉我形象，好不好？我冇講，我講實實的好。第三集老大小姐都係應徵。大家好，我係水母等人獎水上過後，強勇獎嘅應徵當獎。等一下好冇？等下就來談佢講。用版電影獎啊，水母世界電影獎到那一片呢？董獎啊！你有冇講講到係電影獎？係啊，係第四集老大家小解到係白劇。大家好，我係熱沙吼，帶到屋下吼，就會總得到拍攝講習慣嘅白劇。到底係乜嘅習慣講出來？等下來談哦，天朝東電影獎哦。第五集老大家小解到係阿爺妹。大家好，我係啲熱天行愛貴點當盤嘅屁股嘅阿爺妹。啊，知道吼，嘅郵票就經常可以看本線上看啊。又會難嚴重喎。係啊。係唔係從細到大嘅條男一篋到係冇？唔係，等下同嚟講很有難。好，最尾落去阿小姐度係小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結婚了後，當認識一家怪睇動到快速關嘅小虎。小鳳喺講，前兩大家日日去結婚，都係改到錢都係壞習慣，係唔係安尼？你啲偏見我都唔了。係啊，順風嘅其實佢都唔了，樣樣咁嚟改睇，係唔係？唔過安尼從細到大天生有條嘅習慣係從細到大皮定安尼，不管佢係好嘅，亦係壞嘅，你下請大家來分享下，唔從細到大有哪條嘅習慣咧，先請安尼自己先來分享下。我有天隻習慣就係男嘅屁股。有一隻細細嘅屁股，係喺固定嘅就係壓榨。小貝貝去抄嘅。很公主呢。有咪頭呢？有咪頭呢？地位都等待你下。要你買長條褲咯。我頭尾這樣寫啦，因為長叫冇聲，係就男仔只有啲講咩嚟講，我直接就講夾哪一寫。原本嘅公主啊，係唔識嘅。我係小嘅下啲屁股，我對屁股有心態嘅要求，嘅屁股啊一定要壓在材質嘅，我都法蘭絨，冇錯，哎呦，男仔有安全感，係個地位都懂得一下嚇，睡美人呐，還有嗰個水母仙度嘅水母，水落搞 kiss 同啊，係啊，有人奇怪啊，好，聽嚟講，其實一隻屁股啊，本來係有啱啱一隻四整條係一組嘅。後來用吧，用呢帶上晒，我反轉不開始，你嘅四整條就唔見係咧，頭這位，本來一同學頭。可以來槍槍鐵色啦。唔係可能係有人中意人想啊，有自己嘅險。人他們家做資源回收呢。講真嘅，後來我就穿下一隻細細嘅屁股啊，我單一水母都係男定機用版，因為呢我唔單唱誒改定一隻屁股，後來我男定我用我將會水殼，再過來呢。其實就係講一開始有講到嘅抗數字，那喺我緊張，還係有啲些想事情啊，還係非常嘅心節，有啲就是心神不寧的時候，就會用抗到數字白提起。還有使用安全。因為董卿會中槍誒。就是手不安全，就是心理度哈，有啲精神哈，就會受力啊，會心節嘅時間，因為你用這樣來舒壓啲嘛。舒壓的，曾經我去看醫生，有一些的自殘。看醫生嗎？有一看心理醫生。我還看過有人一直摳到沒有手指頭，沒有手指越頭，摳越短啊，這樣。真嘅係假嘅。啲歐巴，已經夠短了，怎麼辦？嘿，還可以下去手術嘞。
蛮顺利。你啊，真嘅吼，唔好高做，真嘅数目按千啊。不过还有下第三个，你啊看起来懂等人家，係乜嘅意思？第三個就會上片數，我唔會關門，唔講，係出嚟舞卡。提前4台，我要關門咯。哦，用乜嘢？佢假使爸爸來看懂用解釋。唔係，因為你舞卡就係我爸爸係帶4樓，我係帶3樓。啊，唔係會見過啊？對啊。冇，我們有一個默契，有一大堆，就係講，見那喺堂頭有你這個片數嘅，就是有流水。它的流水聲從4樓傳到1樓。然後它跟隔音這麼強。你按鈕嘅時就。係啦，到太上啦。我們有得演啊，係滴滴答答，啊，自己係噗噗噗，我哋就提供出。其實你的嘴是尼加拉瓜吧？你怎麼就講啊？用手講佢係水蟲就好誒。我係石門水庫啊，沒有。這馬桶會包起來曬。冇啦，因為呢，你有隻默契，就係講佢見過嘅時間，見過嘅，因為佢可能下來嘅時候會見過啥，上去嘅時候會見過嘛。叫堂到有人出嘅細聲嘅聲音啊，就有水流嘅聲音，他就會故意有啲會鬧他，他不會去，就不會跟我打招呼咧。你中早啲細聲咩冇關門哦？誒，冇唔錯，其實係講你嘅意思。你呀，我睇係你冇門，估錯你冇關係。冇，其實真係唔是要關門啊，因為平常時清晨你會到3樓，你會知道啊。係啊，而且會感冒啊。你啊就會充電啊，嘅四棟響。拜託，愛摸上嚟啲，拜託。家裡的擴香器。好啦，我之前吃到好，假使有人啊好點點就從入來，也係講啊爸爸媽媽啊有一擺冇聲音，顧好去看到，本人看顯啲嘛，真嘅會按呢嚇。給你講來講下，從細到大有哪一條嘅習慣？我天呢就係同學亂疊東西。學白標就錯嘅。係，佢天氣就會流數據。先講一下亂編東西好咧，因為我接上學就同學了全部嘅世界。順中係自己嘅舞台，我編那邊就編那邊，後嗰時我就亂疊按鈕，就想講，我呢個係前度，唔講啊，冇想到竟然前冇到，前冇嘅時間我想講，啊，我前好衰，你兩個去買較勁啲，同埋 Q 用啊，全部都係起來用，放鬆先可以用到啲。嗰時我想講啊，嗰時我出動搖按鈕唔好嘅壞習慣，壞習慣啊，我覺得。你出啲咧買 Q 用嘅東西。冇錯，嗰時我想買嘅劍道嗬，呢啲嘅劍道有幾多6期哦，講牙劍鋒底度就有6期劍，就有6期劍道，嚇訂書機啊、動刀啊，嗰種我高估你了。我嘅劍鋒都係開嘅5金行嘅啦，就有嘅。亂疊東西嘅。你要不要退休之後直接做義賣活動？後面靠你行，輕鬆誒。嘅天氣就係流數據，我知道呀，應該係大家嘅壞習慣。沒有動到數據嘅。天哪！溜就唔記得，冇相關眼購買就好，結果多3個，但又是指 iPhone 係咪咁意思？係啊，冇錯嘅，我冇按到完好大嘴鼓啦，其實冇按到數據啦。因為佢都冇回我嘅訊息。哪有啊？不過佢真嘅係呢種真係文明片，咧現代人被手機、被科技綁架，不然綁票嘅因成意啦，嚇嘅。因此呢，從細到大有哪條嘅習慣？我必須愛講，第一個真嘅係個必備，就係我要綁膜嘅習慣，要動動你就想講我去買個直接刮的啦，或者直接用烤嘅黑夾啊。啊，唔講我就會喜歡綁嘅感覺，快感，是不是？而且好麻煩。係啊，因為一般動動嘅人啊，就會調試佢嘅肉重點地步，然後買個綁膜嘅夾子啊，就是那個夾尾啦，夾尾。如果你係用到一下嗬，係咁講嗬，阿婆啊綁祖母嘅夾尾，祖母夾，你動手煮咗係嘛？唔係，佢冇將主位強用，係小祖味，你俾佢同嗰啲係祖母夾吼，最長嘅係乜嘅地方？它可以加快速度。冇錯，因為係必須要講一句話。跟以前綁膜之前有先殺過嘛？唔是，會燙到，因為佢跟斑比它白些嘞，就是一般買的那種藥妝店，一次拔3根，就它可以一次拔5根啊，有行政好，那你的副業啦，那就係第2項，第2項就係捱水木，真勁，捱跳擺係好跳舞嘅，捱水木嘅時節一上網哦，還啲咧練習咯，都水木嘅時節我就講劈腿，就是各種姿態，捱水木就唱個雲門舞集一般的華麗，我畫布可以補助我睡覺，所以順風嘅輔助你睡覺。
坦白就摔到踢奶下就好诶，唔是講爽面上，反正你還要跌下來。你做下我摔到糖下。誒，真係做下摔到跌歐擺。打野妹咧，你平常是有嘛嘅習慣？刚刚做了一个动作，是不是？他像空眼表演，好。有猪，使用咧。等下，你躺落嘅後背都結棍係冇？唔係，我同睇架講，啊吸鼻子吼，哦，梗是冇眼冇心眼，鬼神冇爽快。警察來做誒，迄洗腦嘅東西睇架糖度就會自動眼有屁水，有屁就會生出來。要佢眼夾夾生出來，冇眼冇屁水。非常爽度嚟懂難形容。不過前一波嘅疫情期間，如果用得到，睇是個糖度就。你係地圖就物嘅拍片啦。你整個賽繞哥，賽繞哥。韓哥睇架有可能眼屁股哦，那是你的，就會上到牙，眼作者啲眼皮。你貼皮讓你發個貼膜誒，你看。皮膜啊，貼膜。傳神啊！誒，唔過我看到天氣界，那個劍那個盤嘅皮骨。我嘅動盤嘅皮骨。眼吼，無論春夏秋冬，就係改動盤嘅皮骨。所以你要唔該，將來啦。寒天時間啊，還要改涼涼。哎呀，還有熱天嘅時間吼，行喺節安樣啊，好用嘅改到一降緊張係。哎呦，調氣了啊！嗱，這種坦白做係拿嘅拍色嘅，見到條拿檔。他就條拿叫他見。打嘴巴係要。好啦，繼續講。係要超氣，係，嗌凍熱，懂你啊，凍係肩膊無人知。啱啲，阿師爺係你客家嘅成就嘅代表，客家好字體，就係講佢懂上腔，唔攀地發現佢漢爭目的嘛。愛啲咧，你就會用按那個方法來降皮，係冇？就是用這樣好代謝。但係如果唔過係喺上冷氣嘅錢啊，但是你蓋厚被子跟省冷氣。台天山係嘛？嗌到有安全感，真嘅。嗌拿喺安全感問題啊，係拿兩台天山台菜，係劍喺。唔該，唔見咩皮骨按盤，然後踩天山。這火爐吃西然後瓜。打皮特風洶湧唔係咩？嗌要溫多2倍哦，唔過嗌水唔落夠。拜託，講埋嘅安全感。你係唔係去吃到本人嘅雜定嘅感覺？我有一個推薦嘅好所在，前一班嘅時間去亞布卡隔壁嘅風水水，當然就有人雜定。定嘅事情係冇，啱咪冇危險，不過係即刻講到啱多嘅習慣，到底係冇改聽嘛？還有乜嘅習慣係好嘅，一係壞嘅，請睇即刻等一下再來繼續來分享了。先讓大家看一下哦，這個係我提這擺到節目當中講出來哦。誒，這個不要外流哈。好，大放送。其實我係這個豆腐蝦。歡迎大家都轉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嗬，加談到大家按照分享，請到電影獎嘅電影下嘅習慣。像人家出正經當電影獎，我看到人家嘅習慣，我就想到一部電影，都冇間字嘛，《黑天鵝》，你有看過嗎？佢肩膀人家嘅數字高，哎呦，而且長，你係唔係有精神分裂症？不過你一下半白聽來分享一下，體格跟冚線乜嘅書啊，書乜嘅意思？好，我要兩個吼習慣，唔係講壞習慣，我看一下。鮮肉特質。嘿，鮮肉特質，我聽落去鉗下來。好，但是我做鮮肉，你就聽我有兩種嘅特質哦。第一種吼，先讓大家看一下哦，這個係我提這擺到節目當中講出來哦。誒，這個不要外流哈。好，大放送。其實我係這個豆腐蝦。唔好做上副概念。什麼叫名啊？完全冇做上。我抗議下喺特前隊係冇冇做大夫。下半身你嘅上副全唔會，因為我唔單淨係到屋客嘅時間冇做上副，我到外輩嘅時間我冇埋個習慣做上副。你而家大夫有冇做上夫？等一下，你講看到我會馬個時間都冇做。要不是社會有規範，什麼社會什麼法哈，哎，我真的不喜歡穿誒。轉那個時間。
电视台还是优质品质。好啦，刚才台湾讲一个就是难以启齿的故事哈。好，马个故事。有一摆吼，我老谁来朋友穷下出鱼料啊，出鱼料哈，动到谁来朋友，我们大家住在同一间。结果嘞，当天晚上嘛，我就想说，睡觉啦，我就开始脱胎了，对我全身脱强强哦，然后结果嘞，大夫没某照，结果嘞，我发现他们开始打电话问那个前台工，我可以多要一个棉被吗？那个，他今天一定要减轻两皮，因为因为那该穷两皮就会名到，然后故事嘅亮点係講吼，隔日咧紅衝之後咧，我精神飽滿，結果看到記到，黑眼圈的黑眼圈，打哈欠的打哈欠，我師門講，你就從本嘅摸水，有徹夜防守啦。對，記到講吼，我們真的不敢睡呢。我想講，你是不是有什麼意圖啊？因為出家習慣有時候會老人先溝通，硬有啲嘅習慣，睇下可能係你平常時間要做慣咧，古時嘅因為講，你係咪當正常嘅事情係冇？非常緊張，結果嚇到皮聲音，緊緊嚇到咧，係真緊，好，不過你再也沒跟他們出去了。記得咪唔敢跳嘢，唔係好朋友，記得咪唔敢跳唔向下出去。不過你下向大家分享下，講到很多嘅習慣。最想改題係乜嘅？佢雙片手唔關門嘅幾多下字啊？想要改題冇？雙片手完全唔是改題，你跟他就唔是改，因為雙片手唔關門，係第一步卡嘅事情啊，動畫啊很通風啊，係冇？韓國人你全部看你都按用型啊，古時候是我們家的傳統，人家說傳統就是要傳統就是要傳承，傳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佢抗數字沒傳統。不，我最想要改嘅就係抗數字，因為我嘅阿爸阿媽都沒有這個遺傳，是我個人疾病。好，冇事情了，冇事情。就像因為我就講咧，像係抗數字啊，最想嘅。最想嘅改題係因為我就抗到數，將來數字看下就清短，已經清濟咧。好，清哇！沒比較沒傷害。數字啊，嘅字架全部歪歪切去，像之前本嘅做字架嘅欣賞，佢講哎呀，我買緊嘢嘅字架地位都嘅鳥啊，全部歪切。古時我講愛用嘅習慣真嘅唔好，想去改題去，真嘅改。可能改唔聽，可能那個其實要倒退嘅。有人講，倒退應該蠻爽咯。嘅你講想去改題乜嘅？我最想愛改嘅就係溜數機啊，因為那時候這個也直接剁一剁。唔是改啦，唔是。冇，這個愛改，因為那時候我冇做好，這個越來越做唔對。真的哦。就會知道好像。乖乖，過上來之後溜數機，真的我真係買葉黃素的。邊吃邊溜，聽聽誒。Hello，兩係治標不治本 ，OK。就會溜數機這個改聽冇，這個我變做也習慣。你去看綠色，看綠色。一邊溜一邊吃葉黃素。綠色。做啲困難。不過嗱，真嘅係文明片，都兩個時代，青島有乜嘅木竹筒啊，腰鉗背吊啊，樹眼腳來，真嘅就接上安尼頭來，見看兩個山西產品抽成。你抽插院抽貨上，搭上年都安尼。係啊，所以看你而家做乜解呢？佢阿燕仔，你想改乜解？我同大家來講啊，最想我來改吼，就係一個衰木嘅問題啦。因為我咩有個故事哦，我太好嘅時節同我嘅朋友共下出去聊啊。啊，雖然佢係我嘅室友，平常時節就知道吼，我衰木嘅用嘅啊。不過吼，佢冇親身體驗過，我就當害羞，我就衰了。啊，我是跳衰嘅時節咧，大件，我係前奏就來了。我嘅優素邊，不過對我向高來高後，啊沒有呀，他怎麼會跑到我的左邊？但是我跟我朋友咧。他在床尾嘛，他就說：，你從旁邊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所以到後，因為只有一個床尾巴咧，聽他轉述啦，他也沒有，他也沒有證據，好不好？聽他轉述，佢講啊，我衰木嘅時間前6點鐘哈，冇問題哦。結果咧，樹啊就啪就打到佢，就向過來咧，再過來咧，我嘅腳就開始嘟嘟嘟嘟嘟，就把他推到那個床底下，你就知道。懂得呀，然後跌到床底下之後，面床下，佢就想咧，佢就想講，佢好用板摔碰，後底啊，還身材唔係動高啊，我的腳比較短，他就想，冇中秋我就摔到嘅面床迷，面床迷，範圍之外，最後嘅手菜啦。
本去钓唔到。所以我真的很想要改掉就是睡觉这个问题。俺想可能分量嘅面床没冇办法，可能会强过嘅面床，多嘅面床。你底下就是我买那个，我买弹力绳。用你要绑在民冲当地吗？你说我睡觉的时候就要像那个神经病一样吗？嘿嘿嘿，白强，你想要改体系，物改你用两改天改，刚好冇讲你到。讲吼，冇讲到天意改吼。是跳胎。嘿，你就今天有发现到吼，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是裸睡啊。好啦，天意係嘅壞習慣係因為我學東西嘅時間咯，一定會食到飽。哦，因為吼，我們每次看到陪小人就在講，食飽嗎？食飽嗎？所以這就是告訴人家吃東西一定會食到飽嘛。後來，大隻唔嘅講後來啦，因為我去看醫生嘅時間哦，佢讓人講，哎呦。膽固醇過高哦，而且已經有長達5、6年嘅時間哦。一般人吼，差唔多20係正常嘅範圍，我超過25哦，就非常高哦。我係29。你要學東西嘅習慣係我今天動上嘅改體嘅事情哦。假使我冇改體咯，我就要跟大家說，讓我們知道。當然了，拜拜。你愛用輕微聽，可能有的時間有一年就敷衍性衝片。係啊，跟心肌梗塞係本身唔到嘅。我說你吃東西嘅時候要注意適度，有啲飽就係做唔到時候聽飽，我是飽飽，那現在客家人精神，流失就好。不過糖講喺你嘅小鳳版吼，你喺你嘅稱號摸摸索索嘅吼，用版改啊，然後講嚇，啊，用版因為改。有一個想法。唔過咧，我從早我愛唱嘅祖國抗命強勇，一件事情我再三考慮，有完全之前我才會去做。我說有陣時我想想嘅，還想做唔得，哦，我說嗰等，啊有陣時一件事情哦，一件時間我多嘅，哦，叫我有想講，唔過我吃到下我有乜嘅想法，我說我就按你見想到時間我多嘅，我才會開始去做。有陣時想到時間我多嘅就算咧。哎呦，請理由啦，係啊，頭手手。也係動態問題，你冇？跟阿爺冇係咩拖幫忙。愛唱唔強樣，按愛堂係啲腦杯轉到屋行啊！愛聽差不多啲堂下坐1、2點鐘。哇！有同你講叫魯樹嘢啦，看天師啦，空氣係嘛？愛唔愛停定細神啊？唔係啦，係已經房間冇梯房後行啦。係你多愛檢房愛嘅保福。卡幫就出隻跌到嘅，不用到天來風，我後行，冇時間好整理，也沒拖延。我就是拖延症，懂才有片啊。但像吼，阿實驗可能當久可能3、5年冇看過切卡福卡嘅天內上到馬嘅食。係我按用看過去啊，要看過去，還有眼福卡垃圾袋少錯。唔係我動到皮薄嘅呀。一個。你做輪椅咪啊？你聽大隻爆風嘅地步就有人講嘅，大隻爆風嘅地步就有發票。還有衛生紙啊。我一天地步都有200萬度。係啊。哇！係要，跟住皮包有錢，一隻皮包有錢。哎呦，你咁多錢咧！冇錢嘅時節就去銀福卡嘅卡放錢，我就會撈錢嚟。講到嘛，梗係好笑嘅東西。不過真見啦，大家講到按到嘅東西，誒，你觀眾朋友咪想下，有哪度嘅習慣改唔停，用版型攞去改睇咧，還有唔最無法度拄唔掉嘅係哪度嘅習慣咧？等下再嚟繼續來分享了。再過來天意就會吃東西嘅時最快。哎呦！啊，安利來地了。那如果我這樣來搞，現在要你看一看。你還有片啊？張白嘅要平，愛本線上台。歡迎大家多進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嗬，加入滿到大家用品來留啲嘅唔好嘅習慣來去改睇。唔過沙下嚟真嘅問一下你家，一個文明片啊，劉書記，大家都有，你想按用品改咧？劉書記真係都難啊，因為你就係想愛放棄係冇？真叫愛放棄啊冇啦，其實就係用自家嘅毅力啦去控制。冇啦，係要天天嘅來去控制嘅嗬。自家冇辦法，就係想要借由外力啊。係我外力用品來克制咧。其實我吃些就有按用嘅習慣，我頭擺很抗嚴重。嗰時候我媽媽就用一隻方法，就係發錢。
發錢，嘿，發錢，我應該冇人發錢咧。比如講，我啲租行啊，亂變嘅樹啊，佢看到一樹，10 kg，一東西10 kg，還真的從小就在義賣。難怪你媽媽動就簽呢。冇，我重點係我這個時間冇乜嘅錢，我說我茶室都壓下啦，我說呢，其實壓下嘅習慣還係一直有全部都冇變啦。嗰時候就茶師查到了哈，給別行嘅技師譜啊，幾多年？早就失掉了。佢根本就冇效啊！我睇拿人用錢，啊嗰個又不也沒發錢。啊，冇相關啦，像手機啦、3C 產品啦，天漏要丟東西哈，我家也可以借你亂丟，沒有問題的。好啦。唔過老太家講下，假使想要改替呢個習慣，用如何用青島嘅方法，你係咩分享一系列，本大家參考一下。第一個就係講人習慣，如果要想要改變它，但是呢，你要說服自己，因為老自家講，我唔係改變，我係變做本來嘅樣。所以講哈，如果說我想要改變一個運動，我要說我要建立運動習慣，你不能說我要建立運動習慣，而是改回我本來就有運動的習慣。但是本來就沒有啊。所以你要催眠自己。天天去搞，因為練習我本來是有運動的習慣，故所以我係攞去簽進來。跟聽老師跟你就冇辦法了。可能就像你等你慣。係啊，出來本來伏地挺身可以做500個。係啊，我本來要動人刀呢。但係習慣冇習慣嘅問題哦。係是係講，還有一個是係又應講乜嘅儀式動重要，所以一定要建立儀式。比如講像可以讓大家造成條紅窗嘅時節成為看書嘅習慣，你就要想辦法。第一個起床先做第一個動作，先湊到書桌面條前。繼續帥。唔係，你看到書桌的時候，你會聯想到哦，我係看書。它是一個那個 keyword， 對，它就是一個 keyword 提醒的概念。當然，做唔做嘅先看自己嘅毅力、堅持嘅下勁我都做得好流蘇。佢可能是冇辦法的。就像生意強用啊，咪講我哄床哦，結果咧沙發上繼續睡。就唔得按呢，嚇！唔過家講到大家按呢，按到青島嘅改唔同嘅關係，嚇！唔過你下先本大家嚟分享下，你拄唔掉批3人嘅默嘅習慣，你就知道啊，你做唔得啊自己。我最拄唔掉就係哎呦，哎不點係什麼？哎呦，丟件，廖大師，艾迪，那個起雞跳蟲，聽你大師，叫，牛，準。好咧，睇下準唔準，唔識講。係嘛嘅？不電啊！跺腳啦，哦，陰腳，係最拄唔掉就係陰腳，因為特別看到人陰腳，我就看到會感覺非常的心煩，就算那係真嘅係愛情好嘅朋友，你陰腳，陰，佢陰腳開始你情緒上我就會哎呦，傾定嘅，冇陰腳，哎呦，嗱，有一個朋友啊，哈，佢喺到嘅社內嘅複雜地步呀，有一排佢董建同學講，哇，怎麼會地震了？然後他就傳訊息問那個群組班上同學說，是不是地震了？總面就係陰腳，睡醒然後在那邊抖腳啊，都勁陰腳，陰到幾乎。佢見咧嘢全部都叫佢。除咗咧陰腳，還有其他乜嘅？唔過你董叔叔也做得吃架構嘛，唔過那些錢唔收時嘅，就排泄工就會視而不見，因為我感覺陰腳看起來就非常唔穩定，係嘛？冇天貼，洗冇菜嘅感覺。再過來天呢就會食東西嘅時候最快，哎呦！啊，安利來對了。那如果我這樣來假設下，要你看一看。做乜嘅？要平，我搬線上台。帶出去。哎呦，完全做唔得。樣板先講咧。因為其實咩喺老家下講到嘅非常唔穩定，再過來安利食東西。好嘞。好嘞。你在散熱嗎？好嘞。好嘞。食東西嘅時間最底部都係有東西嘛，你嘅師傅，你大部分吃東西都會坐對面，然後就看到底部東西。你家下是嘅叫出來睡覺，你還喊出呢？是不是看他菜渣？人都看到咧，就會看到。就看天天非常嘅惡作，係冇？韓國嚟嘅上癮，非常嘅鬧人啊！有人中意亞洲上癮冇？拉片嚟做的。好咧，點點？好，其實我當認同子怡講嘅，因為
假使我拄到係當熟世界朋友，我咪實際老去講吼。我就對因為老人講該係你的想法，老人觀念冇強容啊，我就是喜歡這樣，你要怎麼樣？哎呦，我就會跟他講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。好，假使你看到蔡英文在國家元首那個晚宴嘅時節吼，佢哎呦。給款待嘿，係啊，款待啦。還有吼，假使你看到嘛個大老闆，譬如講郭台銘啊談生意嘅時節，哎呦，假使你進去看到，你老人家講，那我改正我的想法。正經啊，正經，因為遲到咧，生意冇停貼，啊，先冇財，香港冇禮貌，冇尊重，人偷錢掠生意係唔係？嘅理解咧，你最鬧係乜嘅？係咪動腦嘅研究？係正經係動腦嘅研究，因為大家都講話現在研究嘛，就會冇錢嘛，佢什麼研究就動錢嘛，吼。咁所以說研究真嘅係冇好嘅事情，係咪動定然腦？喺天nhiên咧，係咪動腦？譬如按用批談。批談，係，因為係嗰種好嘞，白家，非常鬧，因為嗰種按用就動點嘛，動定言味嘛，很多藝老一談後有一件故事，你老談下有故事，唔錯，因為故事真係係非常嘅精彩，就係有一把，哦，沒有，他們也係聽咩？呢啲係講嘅，呢啲係講嘅。但係啲用版嗬，就係有一班藝老嘅朋友嗬，佢下去野餐野下，野餐就東宋關嘛，非常強壯嘛嗬，野餐過後以後嘛，就講哇一草地當然愛水一下，你就哎呀，好超嘅感覺，鳥嘅講咧，有啲想講奇怪，因為有啪啪嘅東西，係nhầm夾夾啊！哎呦！第二位是無想到係劈人嘅痰，因為我一開始點樣，因為我哋係痰嘅，因為你會這樣，我奇怪嘅飲奇怪，甜絲，但係想講，真係係劈人嘅痰，都來片啦，切，他咪切啲冇你這樣子有冇到口音啊？是手工。好了，唔是，咁講嘅，拜託。我說拜託大家唔好批痰，拜託。正嘅，而家你計嘅轉播卡有四條那麼冇？有啦，一動向好冇？你冇 L 啦。誒，咁個咧，實下來問安尼，先問安尼按年冇之前呢，先問安尼白強，唔掉係乜嘅習慣？我最杜唔掉嘅，總得看兩片吼。我最杜唔掉嘅講，你看外表吼醬嫩嫩，唔過咧到屋下吼，哎呦垃圾到一個極致，非常垃圾。馬上我咪唔掉啊，我就皮都問你唔是呢。以前有壽司呢，係冇。動槍係講藝呢？誒唔係動槍，就係講。係啊。唔講雅虎卡唔係澳洲，係動亂到雅虎卡都看唔到乜嘅東西到那片，因為大擺行係看唔嘅相片啊，知道。雅虎卡如果亂吵亂到安尼啊。喺啲那個倉庫係冇。唔係倉庫係冇。唔係嘅，其實都唔係藝嘅東西。我解釋，都係藝屋企其他人啊，阿叔啊、阿伯啊，倉庫係。對，因為丟東西，哎呦，他們家很大。資源被收藏，他同他前邊藝屋卡，確實前邊藝屋卡。誒，唔講唔是親家橋嘅，嘅堂下所以講係撇上堂講呀嘅檢房，唔係加油講誒，看唔到天嚟嘛嘅聲。真健康，你一打開門是飛到床上。我見過啲人用一跳誒，難怪你叫暗床，難怪你叫暗床，很做得跳，因為你係要啲阿爺妹，家講嘅撇上講聽唔切㗎，佢唔追魔法圖都唔掉嘅，係乜嘅？親老人家嗬，都唔掉切㗎，切㗎都唔冇壓好吧？我親都唔掉人家同佢面前博言，哎呀，我就出隻滾熱湯。弟弟人面前，你就弟人面前，你就不是一必神經，唔係我是抵制按樣嘅行為，還有我應該講親講，就係然後在大庭廣眾之下，哎呀，熱皮衫，硬轉，熱出要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鍵盤應該貨色是什麼？我係唱聲啊，唔聲。9兩支數字條啲嘅咧，好咧，我講下他是做獅子頭嘅嗎？做飯團，還有放生魚。懂得 kill me。
突然間上安尼電視機條件，觀眾朋友一堂都了解，所以先攞去切開啲嘛，唔過小鳳最無法度接受嘅係乜解行為？哦，我最做唔得接受嘅吼，應該係細蚊人全部都差唔多會有嘅問題啦。結果有事情唔講出來，細條嘅時間唔處理啊，等到太條嘅時間將來崩塌。係啊，有啲事情哦，唔係冇歡喜講出來，係冇喜歡做得改變嘛。大盤講，那你連寫問題啊，吼，冇事情是有事情。就沒事的沒事，不夠有慧根。真嘅。不過會講咩？有上朋友係嘛？有上朋友講，乜嘅事情唔講出來，你去團，你去拉，就會愛團出來。係啊，就係個歌場啊。但係就要團結都在想愛什麼街，都在愛買乜街，別個買嗰個青菜都在很用誒，青菜很用，青菜還愛買呀。你就會講，你是飯還是麵？哎呦，我哋講理論你可以懂得改變。那你嘅問題啦。哎，剛剛談到了下，你係廣東太太係冇？一公婆喺度叫痛咧，一開始一聽要叫嘅，也叫嘅就會痛嘅嘛，從叫痛。佢古時大家講到暗當嘅上學，安尼觀眾朋友咩上下，有哪條嘅習慣上喺攞去改睇，韓國樣板培養好嘅習慣嚟，等下再嚟繼續來分享了。我看到我嘅姊妹朋友，見那係冇變嘅話，我就會天數佢變。哎，我感覺佢係偏音哎，因為哈大白柳兩改虛接的話，我們每次放飯，你有看過他擦桌子嗎？你就看過他那個靠椅子嗎？你是沒，嘿你冇注意我叫。可能你跟椅子一樣高啊。好了吼。歡迎大家都再嚟後生睇上個嘅節目，學家講到暗道嘅壞習慣，還有都唔掉配上嘅做做、拖拖幫幫嘅摸摸索索嘅壞習慣過後咧，下下請大家嚟分享下，請呢嘅好姊妹咧、姊妹盤嚟分享下你兩曬。好咧，即係講你分享下你乜嘅好嘅習慣，好冇？我嘅好習慣真係聽到咧，真係講唔聽，真係會講翻。等一下看一下壞習慣的部分。等一下，咁真嘅係聽到好習慣，咁係壞習慣罄竹難書。冇，因為我好習慣真係聽到嘅，故說真係我愛個貴習就係愛講法咧吼。我嘅好習慣呢，你非常嘅貼切，就係愛試東西嘅時候，我會非常注意做當行嘅槍力。像啲我背試東西嘅時候，我出題了後，我就會拿筆寫字；出題做了後，我就會出做嘅。哎呦，出到槍力我總有啲只醬汁，留到一隻做當行，就感覺有啲做。再過來嘅，你不卡就有規定個試題東西了後，你嘅燈呢一定要變入去，就是椅背要這樣靠近，變落去。故說呢，我就對我背這個吃飯嘅時間沒有愛用嘅習慣。我看到我嘅姊妹朋友，見那係冇變嘅話，我就會天數佢變。哎，我感覺佢係偏音哎，因為哈大白柳兩改虛接的話，我們每次放飯，你有看過他擦桌子嗎？你就看過他那個靠椅子嗎？你是沒，嘿你冇注意我叫。可能你跟椅子一樣高啊。我有撈佢講，因為他有一個緊緊動喉嘅習慣，係講哈，他一定會帶環保餐具，然後我可以認證。哎，我也會，怎麼不稱讚我？因為他環保餐具打牌圈會玩，哎，有換跟沒換。好了，環保餐具啊，每次都換一組啊。沒有啊，我就一組是他啦，他很多。Kiki 講係。好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我前幾日那個環保嘅事情，大家慢慢繼續來做哈，而莫從安尼理解哈，買到吼5-6副嘅環保嘅餐具。我根本有睇啊。好，動站。見到啦，後尾全部就買。就5-6支啦，硬支，幾塊咩5-6數。天絲台好嘅啦，做對。幾塊唔係5數，係5支，因為有上升唔減停支。少一支。好啦，跟你講嚟分享，你知道哪一條係人嘅好習慣？我沒有好習慣。真嘅哦。真嘅有，我都會做水磨，做紅蟲。哎，真嘅，因為像我平常時做條路，當然我做水磨，做紅蟲嘛。不過用了嘅時間，我咩做紅蟲哦，唔會水到豬豬哦，差唔多一條都幾多條紅蟲，係講用了嘅話。新店啊，新店係嘛？我哋做，因為我係土生人嘅。好，而家冇嘢講。我都會差唔多8
點、7點就紅茶。安尼講標準誒。啊，這個係7點開始啲民蟲蛋糕，按用睜開眼睛，開始流蘇皮，就到8點，8點開始按用紅茶來寬恕啊、食療啊。然後呢，我差唔多按唔下12點嘅時間，12點準時按用準時關機都會衰模。你係那個灰姑娘嗎？不過俺沒係，按部跳回時間差不多12點，我就開始要那個睡眠模式。因為電腦會自動，我的人腦會自動幫我關機。睡到冇重音，我照心跳8點就開始，你就逼迫自己要起床哄。你係當紅個睡紅起來聊手機啊，你係唔好嘅事情，可能來改聽。不過最尾你下來，我們睇自家事情吼，你想要培養那條頭擺冇嘅好習慣，用辦來養成那條嘅習慣咧，阿姊。俺說培養俺這個愛食滾水，就會食水，平常時會平常時冇啉水係冇？是缺水，他都把水拿去擦桌子了。哦，原來。以前俺真年輕唔好食水，以前細細個時俺食就想我俺就那個水咧，唔點樣買？有一隻鹹。嘿，跟米奇凍怪怪嘅，後來俺發現哦，一定愛食水。就以前你練功啊、流汗啊，你嘛，俺還唔食水哦，但係用慢嘅時間，就練出以前你會暖嗓。在暖嗓時候，我真有時嘅小水，平常時我完全冇食水。跟你從來唔是熱到，從來沒有中暑過。哎呦喂！哎呀，凍容易嘅ฝุ่我加上熱到，好估算我呀，他真係愛皮用，因為我發現我呀顏色硬來硬太啊，愛食水這樣嘅，你嘅都推車這樣會好嘛？再過來我又發現到食水它容易變皮，估算我呀，它就會皮用，我出門就會帶着我嘅水罐咧，就會皮用我食水嘅好習慣。裝水、醃水、醃茶，唔過給你家來想要養成那條好習慣。我想皮用就係看書，那個運動嘅習慣，係看面書哦，看面書哦，係看書，因為我知道我吃這個時間冇乜看書嘅習慣，故所以呀，他看書有一些慢，就像我愛用皮用，愛用看書嘅習慣，唔係愛慢。然後運動雖然愛兩件事情，其實。講起來都簡單啊，我做起來真係冇按改。故所以想我皮用按用嘅事情，因為我堂有一句話出講，係講你當你啦練習一件事情，你按用長久以來，你未來就會變做按用給你。儀式，比方講，就係你當你去溜樹皮啊，跟你未來呢就會變做懂會溜樹皮嘅人咯。唔過係講你當你看書嘅話，你未來就會變做很有文學氣質嘅人。像我覺得我現在就有一點文學氣質。有嗎？可能才剛開始看。出來懂會溜樹皮。開始來練習按用嘅事情。係，就係講你講咧，關係變自然嘛。平常是慣嘅時間就變到那個，人家生發度嘅一部分就變到當自然嘅事情。聽講，你頭擺咪就談過嘛，個21天養成計劃。唔過唔係真經講，做了20日，你就會有那個關係，就有那個關。唔係，就係講你最少要有21天，平均下來，你才有可能，將有可能去培養那個新嘅習慣嘅可能嘛。咁啊，接下來嘅認真。你想誒未來想要變成什麼樣的人呢？一啲正經就會想你嘅理解好好來學習，因為我走條路嘅關係啦，我就會卡壓水母，故所咧意思條就唔會按照風潮。你就按公調啊？係啦，我就會壓要調整誒，係我當時我其實當現象嘅狀況，都係做風潮嘅人啊，練家比啦、看書啦、來運動一下啦，開始美好講嘅意義，故所我就希望做啲卡做啲會風潮。嘛，講嘅意義，文青書看太多。阿思妍吼，我想吼，你應該先去解決嘅問題是係拖拖幫幫、摸摸索索，我們當然都係溜溜溜溜，唔知做乜嘅事情用辦呢？我有兩種片，我希望改聽。但係兩種係嗎？我有片，只有2種嗎2種甜甜，哪2種？淨係2種甜甜。真嘅，一種係拖延病，一種係懶食片。我希望我去搞，一想到馬就去做。還有歐洲片。幾冇學做，幾個東西學白病。係啊，唔會學做，因為吼我唔想我嘅懶食，然後我成個環境吼變到暗亂。其實嘅環境同心情沒有關係，我希望過一陣有質感嘅生活。
真嘅啦，慢慢嚟改，唔係講一鋪嚟做到位，唔係慢慢嚟改變，唔好像係捱轉到屋卡，就想講，你下個再過快10分鐘，捱洗頭就做好咧。唔講唔假使睡下去，開始溜數機可能3點鐘嘅。唔錯，有糖度，有糖度，夾白鉗咧，想要改變乜嘅習慣。做三你看，想要改變嘅習慣哦，其實哦，都細節吼，很細節，吼，實際。然後大家吼非常嘅習慣哦，你個習慣係講吼，大擺吼寫個劇本嘅時間吼，一定會準時繳交，絕對唔會負誤度。從天二季開始哦，我全有做到，因為工作仍然哦，真係挺辛苦咧。你看，現在有沒有人有遲交的？自己去看。我沒有。董詹。在裡面被標記的就是你們。上班上那係講劇本，那係講上網。以前做到一紅啦，男子漢共讀，所以做到，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年底。董詹，大家要注意哈，給漢堡大家嚟攞佢記下來，假使佢有100冇做到，就勇敢些。勇敢曬，勇敢曬。強兩歲做唔得，我請大家10盤，我要當到台北當好食嘅串盤。要成為男子漢不認輸。好，準備請你嘅小鳳來講下，想要培養哪條習慣？培養有紀律嘅習慣。係，因為不管係寫詩，也係錄音，也係翕相，啊，全部都做得。因為像平常時，你應該會上一條嘅劇情，也係上條嘅乜嘅講乜嘅話，又吊機又押韻咧，又較好笑嘅故事內容。唔過三冇時間可以記錄下來。其實有家庭有生意以後，一隻慎重嘅時間要過得當腳，係咪？用咗啲用拍片啊，冇就翕相來記錄啊。我知道也要用神。開一個頻道啦，你做啲做 YouTuber 啦，做 YouTuber。大家講到基本講到青島西嘛，介就係一個習慣嘅養成，真嘅唔係按改嘅。而你嘅觀眾朋友們想下，想要成為哪條人，想要培養乜嘅好嘅習慣，而你向下啲呢個好習慣呢條路向下行咯。我記得下禮拜香嘅時間，我哋繼續嚟收看《香港太上宮》，要話太假多。拜拜。拜拜。嘿嘿，你都有對中一下，夠帶重視哦。我要食飯啦。這個是沒有。